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最近是开门讲，因为看到即马有的立委质询也无咧认真，甚至佫会乌白生瓜，袂输咧政治表演，毋是真正要解决问题，所以咱考虑归去甲立委的这质询权甲废掉，这是引起真大讨论。因在也是大声批评讲，叫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都要出来听看卖啊，看伊敢知影因家的立委即马到底是咧讲啥？ 立委伫立法院质询是每一个会期日常的停书。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最近伫社群发文，讲应该考虑废除立委的质询，不过也引起在野党立委的批评。不质询的话，请问一下，立法委员难道只要开直播连消维就好了吗？柯建铭、柯总召和吴思瑶，你们要不要听听看，你们口中的台湾的瑰宝，到底他在讲些什么呀？质询是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职权，没有想到现在民主进步党立委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张。陈柏阳到底是不是代表民主进步党党团的意见？在野党立委指出，质询是宪法和立委的权力义务，更加质疑沈碧阳的讲法是许多代表民进党。沈碧阳采白讲，伫也未修宪进程，这阵质询的运作方式是应该有调整的所在。 质询既然是现在宪法上的权利，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认为质询上该做的事情。很多人都是利用质询的时间在造谣，变成我们还要趁质询的时候帮忙辟谣。如果能够修宪，那当然我们可以讨论；还不能修宪之前，我认为质询的权利还有它进行的方式，应该做一些修改。 另外，宪法法庭对着国会这款法案的实行加暂时处分的申请，切实进行准备停书，也毋过毋过抢急期，安尼赶紧开庭，是毋是符合法律停书？也个郭建明打电话给大法官书记厅，敢亲像指挥办案。司法院采白发出4点的回应，包含寄送通知书了后，考虑立法院合稽机关特别允准3名代表出席，再重新来制作通知书，以制作件来送达，一切依照停书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